為了活化這片新化舊果菜市場的都市計劃市場用地，台南市政府結合衛生、社會、民政等單位，將打造為有新化衛生所、有日照中心、有多功能生活館、活動中心等複合式的衛生福利園區。21號上午，在龍山甲樂谷的鬧熱座陣，市長委託親自出席動土典禮，甲衛生福利部國建署、地方民代等鄉親共同來見證新化公共建設邁入新的里程碑。第一場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第二場，中央呢也很給力啊，這個總共補助了1億5千萬，大大減輕了地方的負擔。也幸好這個時候，我們及時的要到經費，要不然如果依照今年度的總預算來講，第一個總預算立法院又沒審查，連審查都沒審查；第二個，未來由於統籌分配稅款，中央地方的財政收支劃分的問題，導致中央對地方的補助大大減少。那今這個新化衛福園區可以說是關門最後一班車，我們及時上了車，那所以說來得及補助。就像市長所講，市府看準時機向中央爭取1億5千萬，總經費2億6千萬的建設，也無後續興建的真困難。希望結合醫療、照顧甲社會支持的全年齡服務體系，進一步帶動地方發展。可以一次到這裡來呢，就得到多項的一個服務，所以將來我們這個在我們一般的健康族群，希望能夠讓孩子來這裡打疫苗，也可以來這裡呢參加親子悠遊館的這個遊戲活動。那同時，我們的老人家也可以在我們的多功能活動中心呢，在地化的一個安老哈。那所以我想，這個園區對我們的這個地方的居民來說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。開工填地動土以後，預計2027年的完工啟用，展現市府守護市民健康的決心。台南新聞阮芷採訪報道。